今日咧就同大家嚟到一間好 chill 嘅 cafe，係 K11 2樓嘅 Snow Car。呢個名咧真係好可愛㗎，而且咧喺呢度咧覺得咧所有嘢咧都變得慢一啲。嗱，呢度整體嘅感覺啦，都係韓式嘅簡約風啊，而且咧個燈光啦，全部都係自然光，好適合咧喺度影相啦、打卡，處處咧都係打卡位，超靚啊！佢木係咧嗰啲台啊，哇，感覺咧真係超舒服啊！呢度咧主打呢一個咩料？哇，犀利啦！你睇下選擇幾多，而且咧個價錢咧仲性價比好高，好實惠添喎。最後咧我揀咗咧超滿足，揀咗好多嘢食啊！馬上咧就可以同大家分享啦。當然啦，唔少得咧叫翻個特飲啦，嗌咗呢一個蘋果酒，一定要試下先。慢煮熟成美國優質牛肉，配慢煮極上日本豚肉，哇！你睇下幾豐富，我啊仲加咗咧3隻日本生蠔添啊！哇，生蠔咧脆外脆內軟，哇！一啖咧爆汁，個慢煮美國牛肉咧，哇！食落去嘅時候咧好嫩口，超嫩啊！而且咧配埋咧呢個紅酒照書汁咧，哇！甜甜地又鹹鹹地，超香濃啊！日本豚肉，口感咧好豐富啊，再配埋啲醬汁咧，你想要咩味都食到啦。哇！實物魚肚啊，A4 加日本和牛當配拉絲芝士番茄醬意粉，哇！聽到咧都流口水啦，你係咪都好想食咧？咬落去嘅時候咧，好 juicy 啊，而且咧入口咧係有融化嘅感覺啊，果然冇揀錯。我咧今次唔揀飯，我就揀拉絲芝士意粉，哇！食落去咧酸酸甜甜咁。再撈埋咧，佢有啲醬汁啦，同埋少少咧嗰個 cream 咧，哇，好食到停唔到口啊！日式炒雜菜啦，清香又解膩，再配埋啦芥末子肉汁咧，一齊食咧好惹味啊！當然啦，就唔少得呢一個日式炸雞啦，跟餐㗎，脆卜卜又多汁，大滿足啊！仲有沙律啦，同埋甜品，福佢餅啦，好腍啊，呢個味道我好中意啊！哇！呢一度整體俾我咧，感覺係超放鬆、超自然，食物嘅質素啦又好好喎，坐喺度啦傾下偈啦，或者咧有時咧放工咧喺度咧做下嘢咧都好舒服。有興趣嘅朋友啦，真係要嚟感受一下啦！呢一度咧係 Snow Cow，慢慢咁樣過一日，真係唔錯㗎。記得 like、share，仲有俾心心我啊！下次見。